公交车横在隧道里长达1年之久，路过的小警察看见后比见鬼还惊恐，车内所有乘客都被定格，犹如琥珀里的虫子。Oh my god！ 很快，国防部就派人赶来，可他们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。唯独贝博士能大致猜出车内的不明固体是由气体转变而成，但想知道具体成分就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。与此同时，神秘男子找到神父倾诉，说经常会被一些不属于自己的记忆折磨，比如刚才看到公交车上一个陌生人突然戴上了防毒面具，然后释放出从82年积攒到现在的陈年老屁，车内的众人都被熏得无处可逃，而他却趁机拿起其中一人的背包潇洒撩人。说完这些后，神秘人痛苦地迅速离开，临走时还不经意掉落一个纸团，随后追上的神父好奇地打开，画中的场面正和遇难的琥珀公交车一模一样。此时，所有遇难者被转移到国防部。小美通过乘客录像机里的视频进行逐一对比，结果发现其中一位女性的背包不见了。经过调查，丢失包的女人还是小美的同事，想必是同事掌握了很重要的东西。另一边，贝博士也查清有害气体的主要成分，这种物质遇到空气中的氮气就会迅速凝固，但凡在有效区域内都会成为标本。目前只有3家公司有能力做出这东西，而这3家公司都在巨力集团的旗下。由于最近的怪事都和巨力有关，小美想都没想就去质问集团的妮娜，但遭到对方霸气的回怼，理由是巨力集团旗下的产业非常广泛，很多行业都有集团的涉足。另外，对方的言语中还暗示小美想调查巨力，以她的段位还不够资格。碰壁后的小美刚好接到了神父的报案，举报今天遇上的神秘人很有可能就是公交车事件的关键嫌疑人。当国防部进入神秘人家后，才知道原来世界上真的有预言家，墙上看似的乱涂乱画，其实都是这几集里发生的特殊灾难，每幅画上都标注着前一天的日期，并且这些事件并未对外公开过，其中也包括小美未婚夫的飞机溶尸案。此事一出，立刻引起上级的关注。据神秘男人交代，最近的一段时间里，脑海中会不定时的弹出一些画面，身体也随之非常痛苦。可只要把那些画面画出来或是拼成模型，痛苦就会慢慢减轻。听到男人的讲述，贝博士突然来了兴趣，于是准备给他做 CT 证实一下。一开始都很正常，可当男人刚推进去不久，怪事就发生了。男人秒变毒液爆发的前奏，表情既惊恐又痛苦。